各说比如对因讲，天国亲像人也好种子伫伊的园，人困的时，伊会求收来，叶皮伫芽中就去，到芽发起来，煞结实的时，皮也出现。家主的萝卜来甲伊讲：头家啊，你囝毋是也好种子伫你的园吗？对打落有皮，甲因讲，即个求收罪，这是求收罪。萝卜甲伊讲：你爱去亚伊吗？伊就讲无，惊了恁叶皮连袂煞飞起来。用阮2项边边大丛听候收割，到收割的时，我要甲割下讲，大声捡遐个皮，下规把通烧伊，独独袂着收入我的尺寸。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正邪难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马太福音13章是一章非常特别的一章，甚至会当讲是耶稣的天国比喻集。这章的内面拢总有7个比喻，这7个比喻的跨度是对上帝国的来临，也就是耶稣的出世，到新的天、新的地降临。为什么是7个呢？因为7这个数字对犹太人来讲是表示完全。另外，这个天国的比喻的内容是用3个农业的生活，亲像野种子、杂草，也是挂菜种，甲2个商业的行为，亲像藏宝贝、找珠仔，一个掠鱼，也是也放去去掠鱼啊。甲一个家庭内的事务，就是物价即个比喻所组成的。这就是在甲咱讲，新的天、新的地，毋是亲像咱的想象。咱想象讲啊，以后我去天国，我一定是一天到晚抱一个竖琴伫遐弹唱。新的天、新的地，有可能会甲咱现在生活是相共的，就是咱实实在在过咱的日子。但是差别在伫讲，无阁有死亡、悲伤、痛苦、怨恨。因为主甲咱同在，罪恶袂阁捆绑控制咱，所以有可能伫上帝国的内面，咱游玩有工课，但是咱做遮个代志，无阁是为着趁钱，毋是为着食饭，是咱会当伫上帝国的即个工作内面，运用上帝互咱的恩赐，实践咱的梦想。但是为什么耶稣要用遮个比喻来讲上帝国呢？直接讲明，敢袂使吗？所以这嘛是耶稣伊学生的疑问。毋过耶稣回答因讲：天国的奥妙，互恁知，也无互因。这个互恁就是这个恁是学生，互因就是这个大众。为什么天国的福音毋是愈侪人听到愈好吗？为什么干那要互这个学生知影呢？关键在伫奥妙这2个字。天国的真理是一种奥妙。这个奥妙毋是靠目睭的观察，敢若会当透过上帝的启示才会当得到。所以耶稣对学生讲天国的奥妙，毋是对这学生天心，是因为大部分的听众，特别顶礼拜咱看见一寡缀耶稣咧走来走去的这群人，有的是为着要看神迹才来的，有的是为着要攻击耶稣才来的。这人看因要看的。所以，因绝对无可能看会出上帝国的奥妙。所以，耶稣才接续讲，因为既若有诶要互伊，就伊有剩；无诶，连伊所有诶也要抢伊。伫遮咱看到有诶甲无诶，这2项毋是上帝超过伊制作出来的矛盾。上帝福音平平赏赐互所有诶人，所以绝对毋是要互一寡人，然后无要互另外一寡人。毋过，这有诶甲无诶的区别在伫倒位？就是讲，咱的心，一个人伊的心若谦卑，有心想要祈求的人，伊就会接受，然后伫伊内面的真理、恩典会哪来哪丰富。
但是，若是出于好奇，也是想要找芳，亲像咱顶礼拜所讲的这个法利赛人，因听的这个譬如，只不过是一寡故事，听听就对另外一边的耳仔出去，并且当人用歹的心伫面对真理，连伊原本有的也要互抢去。伫遮耶稣就是伫形容这个文士、这个法利赛人，因对真理看，但是看袂见。佫自认真敬虔，但是因迄种注重形式、假好的宗教行为，耶稣讲，这物件伫上帝国内面完全无价值，所以好亲像互抢去共款。所以耶稣使用譬如来传讲上帝国，这对有心追求的人是一种鼓励，因为真容易记住，真好理解。但是对伫无心要追求的人，甚至用歹意来祈求耶稣这譬如的人咧，因看嘛看袂清楚，听嘛听袂入心。有一个传道者甲一个研究即个动物的学者做伙行伫一条真闹热的大路。即个研究动物的学者突然间停落来，对即个传道者讲：“你有听见啥无？”即个传道者听讲，伊讲无呢。我听见真侪人在讲话啊，真侪车的声音啊。你佫有听见啥无？即个学者继续问，无呢？即个传道者回答。但是学者讲，我听见一只大狗在叫。即个学者就带即个传道者行到一个建筑物的边啊，然后掀开一块石头，真正看见有一只大狗伫遐发出声音。哇！即个传道者感觉非常好奇，就讲：“你是安怎听见的啦？”即个学者回答伊讲：“这算啥？来，我互你看一件佫较奇妙的代志。”伊就带即个传道者行到人来来去去的红砖仔路，徛掉，然后伸手对家己的肋底啊摕一个银角仔出来。伊对传道者讲：“即马你听哦。”伊就将即个银角仔弹伫涂骹，发出叮当的声音。然后周围20公尺的人拢停落来，为什么？有钱落地涂骹。兄弟姊妹，你看的上帝国，你听的上帝国到底是甚物？当咱无迫切想要听，无刻薄想要得到，咱就会经咱有兴趣会去看去听。但是对着真正的真理咧，咱安怎看、安怎听嘛接受袂着。因为上帝国的奥妙超越咱的想象甲咱的智慧。伫耶稣的譬如内面，上帝国就亲像挂菜种，伊非常的细，但是竟然会当长成一桩大树，互鸟仔会当歇伫顶面。伫耶稣的譬如内面，上帝国嘛亲像面架，面小细甲看袂见，但是竟然会当互规层的面粉变做互人食会饱的面包。这哈尔美细的上帝国，特别伫耶稣的时代，上帝国毋那是细，甚至互人看做是失败的。咱想看觅，迄当时犹太人是互罗马政权在统治的呢。迄当时宣讲上帝国上有力的即个行洗礼约翰是互抬头的呢。甚至咱嘛知耶稣伫了后嘛互顶伫十字架顶。所以，哈尔微细、哈尔失败的上帝国，伫当时互人看起来是软弱、是无气力的。所以，若无上帝的启示，人的目睭、人的耳孔，哪有可能会当分别上帝国呢？这是咱生活伫科技非常发达的21世纪，真侪物件紧到咱无法度缀袂着，随时有新的资讯入来。但是，这个物件敢有法度会当帮助咱去分别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错误吗？并且，咱嘛当年带着一支缀咱真久的目镜在看代志。亲像有诶较少年的人会埋怨较年长的人讲：“哎呀，这个年长的人遐尔固执，这是什么时代啊？”咱知影，因为年长的人迄支目镜挂非常久。标准真恶的改变，但是少年人的判断，敢一定就正确咧？无一定吧。
因为咱每一个人无论咱的年龄，咱拢有一支属伫咱黏伫咱身躯顶的迄个目镜。即个目镜就是咱成长过程、咱的教育背景、咱的经验、感受所累积起来的一种看代志的眼光。所以咱无人会当讲咱家己是有智慧的，咱无人讲咱会当做绝对正确的判断。所以咱甲耶稣的学生同款，对一寡咱无法度理解的状况，亲像讲，为什么有人对真理无反应咧？为什么有人信了，甲信袂清咧？为什么有人无要信咧？这个物件咱无法度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咱若有法度做出判断，嘛有可能是咱带着咱迄支真久有偏见的目镜在判断。所以咱要安怎做咧？耶稣就用一个杂草的譬喻来教示伊的学生，教示咱。这个譬喻是发生伫田里的情景，就是天国亲像人也好经济伫伊的园，人困的时，伊的cứu赎来也批伫麦中就去，到麦发起来煞结穗的时，批也出现。伫遮台语的圣经是翻做批，咱以前读的和合本圣经翻做稗子，但是咱来用今仔日新的修订版圣经是翻做杂草。可能圣经的这个翻译者认为讲，咱无法度去想象批稗子是生做什么款，所以修订版甲翻做是杂草。但是这个杂草，甲咱伫路边看的杂草是无共款的，所以为着要互咱较清楚，我嘛是用批来讲道。稗子批是一种有毒的物件，伊的种子看起来甲麦仔非常的共款，所以当时有人称伊是假麦仔、假麦子。皮伊生长的初期。即个农夫是无法度分辨讲伊甲麦仔有啥物无共款，因生了太共款啊！一直到伊吐穗的时，才会当看会出来。所以伫收成的时，农夫会将田里所有的农作物拢收割落来，然后雇工人将其中有毒的皮来捡起来，因为若无安尼做，人若食着即个皮，可能会死亡。伫耶稣的譬喻内面，即个皮毋是主人野的，嘛毋是伊无细腻的时，将皮掺伫麦仔内面就安尼压落去。即个皮是主人的对敌，趁半暝仔无人的时去压落去的。当时真正有人是安尼做，因挑故意要去破坏别人的收成，所以半暝仔去别人的田里压即个皮。所以当时罗马的律法嘛有制定讲，你若去压皮伫别人的田里，你爱受甚物款的刑罚的安尼一个规定。当然，对敌也伫压的时是无人知影的，因为是半暝。但是当这顾田的人一发觉讲，这物件生出来啊，竟然是麦仔甲皮两种，因就去报告主人，并且问主人讲：你敢爱阮去将这皮甲挽起来吗？这真好理解嘛！吼，伫田内面无好的物件，咱爱紧挽起来啊。但是主人竟然讲毋免，为什么呢？主人讲将这皮挽起来，毋是真好的代志，因为当麦仔甲皮做伙生长的时，因会盘根错节，甜做伙。一个无细腻，你连麦仔嘛拢总互挽起来，这安尼毋是无采工吗？所以主人指示，等收割迄一日，才来分开麦仔甲皮仔。这段的譬喻伫13章的37节到43节，耶稣有解说。耶稣讲，这个也好经济的是人子，也就是耶稣。耶稣来将天国的福音，亲像夜景夜伫这个世间。但是魔鬼嘛想要破坏上帝拯救的计划。所以魔鬼嘛将罪也伫即个世界，所以咱伫生活的实况是啥？咱会当看见伫咱的世界
伫咱的内心，上帝良善甲魔鬼的邪恶是同时存在的。甚至有当时啊，魔鬼的邪恶会制造出一寡真灰色的地带，互咱无法度去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有当时啊，甚至魔鬼的邪恶会大到互咱怀疑上帝你伫倒位。总是当末日来临的时，上帝就要出手，伊会分别出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歹互等伫火炉烧，好的就互上帝领入去上帝国永远的国度。所以，伫遮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伫即个邪恶甲良善交缠的时代，上帝敢有叫咱去主持正义、铲恶除奸呢？无，因为咱无法度做出正确的判断，就亲像这个工人，因无法度伫麦仔甲皮生长的时，去分别倒一个是有毒的，倒一个是会当食的。但是咱若想要挖靠家己迄支自我意识的目镜去判断，有可能就会将麦仔当作是皮仔甲挽起来。伫100多年前，伫德国一个小镇的一间小学上课的时，这个老师爱学生伫遐画图。所以一段时间了后，囡仔一个陆续将因的作品来交予老师。老师看看，伫遐看到一幅伊认为非常歹看、非常歹看的作品，老师就将迄张图来举悬悬，问囡仔说：“讲小朋友，你敢有看过遐尔歹的图吗？”真侪囡仔拢笑出来。但是就伫迄时，坐伫角落的 Albert， 伊真惊，手举甲皮皮喘。另外一手嘛摕着几张伊拄仔画的图，伊进前画的图。伊细声甲老师讲：“有老师，我有看过比即幅图搁较歹看的图伫遮。”原来老师摕即幅图，伊认为真歹看的图是即个 Albert 画的。毋过，即个囡仔的表情甲行为，较点醒即个老师，互即个老师感觉非常见笑。伊是一个教育家，哪会当遐尔紧做判断？哪会当伤害一个囡仔真单纯的心灵呢？因为即个 Albert 毋是乌白乱画，伊非常用心伫画图即个功课顶面，伊甚至嘛做真好的示范。即个 Albert 是谁呢？就是爱因斯坦。伫迄当时，伊还是一个细汉囡仔。人的智慧无够野，所以上帝爱咱等咧，爱咱听候伊的时间，因为只有伊这位善良纯全的上帝，才会当分别什么是好，什么是邪恶。咱做袂到。但是伫听候上帝国来临，要忍受良善甲邪恶交缠的即个世界生活的时，咱会当做甚物？真侪人讲，咱会当祈祷，是咱会当祈祷，但是毋若安尼。伫即段经文的30节讲，用阮两项，这两项就是麦仔甲皮仔平平大丛，听候收割。到收割时，我要甲割的讲，大声捡遐的皮，下规把通烧伊，独独麦就收入我的七寸。咱敢有看见？当麦仔甲皮仔做伙生长的时，当主人阻止这个工人去挽这个皮仔的时，这个工人毋是徛伫遐拢无做呢，伊嘛毋是徛伫遐看这个皮仔那生甲遐尼大丛，伫遐气噗噗。反倒因每工伫遐观察，因每工做因应该做的代志，伫遐压水、压肥、观察。直到主人讲好，会当收割，恁去将有毒的皮甲捡起来，烧烧的，然后将麦仔收入仓库。这个工人忠心固守主人的田园，直到收成的迄天。这伫提醒咱甚物？就是当上帝国完全实现进前，咱的态度是甚物？
咱会当对使徒行传第1章甲第2章来得到提醒。咱看见，当耶稣上天了后，这学生无四散，因聚集伫耶路撒冷，伫遐做伙祈祷。其实伫迄当时，是对基督徒的迫害上严重的时。所以严重的时应该安怎？爱分流嘛，爱分散嘛，爱密起来嘛。但是咱看见120个人聚集伫一个所在祈祷，这敢毋是非常明显吗？但是咱看见这个人，因无惊吓，因听上耶稣的话，因聚集伫耶路撒冷，伫遐祈祷，听候圣神的降临。这就互咱看见聚集祈祷带出来的快力。当然，咱爱有个人祈祷的生活，因为伫咱个人祈祷的生活内面，咱会当甲上帝面对面，建立甲上帝迄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团体同心的祈祷，较会当互咱伫惊吓内面得到面对未来的勇气，甲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伫遮嘛邀请咱参加拜三暗时，也是礼拜早起的祈祷会。咱即马拜三是用 Google Meet， 所以咱会当扫描周报顶面的即个 QR code， 互咱会当伫迄时会当来参加。咱嘛会当透过参加即个礼拜早起的早祷会，咱是9点半做礼拜，但是咱会当8点半的时，咱来参加祈祷会，然后备办心来做主日的礼拜。透过参加团体，有纪律、有纪律的安尼的祈祷的操练，互咱会当亲像当时的学生，虽然面对真大迫害，但是咱会当得到对主来的快乐。接续咱看见，这学生嘛毋是坐伫遐祈祷尔。耶稣伫国外了后，有40日的时间显现互伊的学生看。了后40天了后，耶稣上天。伫这40天的内面，耶稣干那甲因讲，爱因伫耶路撒冷听候圣神的降临。伫得到圣神的快乐了后，爱去全地去传福音。所以伫40天的期间，耶稣无开课教因安怎互教会成长的秘诀，嘛无教因爱安怎传福音的技巧，嘛无教导因爱安怎带小组。所以我相信，这学生伫聚集伫遐祈祷的时，伫因的内心嘛一定有一种问题伫遐问讲：啊，接续落来咧？啊，接续落来，阮是要做啥咧？就伫即时，迄个连什么叫做领导也毋知影的彼得徛起来讲话，伊讲：我想咱应该先找一个人来补迄个卖耶稣的犹大的位置吧，因为咱知犹大迄当时已经死。所以12个使徒剩11个，所以伫彼得提议了后，因举行教会历史上第100个中级的改选，选出马提亚这个人来补做12个使徒其中的一位。选举呢，耶稣上天了后，因祈祷了后，应该是做较属灵的代志吧？选举这看起来一点仔拢无属灵呢。但是咱看见这学生，因无屈伫遐，因无啥物拢无做，因尽力维护耶稣呼召出来的这个团体。这嘛是对咱的提醒，因为咱兄弟姊妹，咱所有的基督徒，咱是徛伫耶稣已经来，甲耶稣第2届搁来的中间。所以咱毋若是保持一个敬虔，咱毋若组织祈祷。咱嘛爱伫耶稣所交代即个信仰团体内面，尽力保持伊的健康，互教会会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但是，即个功能毋是讲教会要有小会、要有中级会才会组织，就是发挥功能。因为这是为着服侍所设的组织。但是，教会应该是一个有机体。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性命所组成的，所以每一个人非常重要。若全身躯拢好势好势，但是你的手的细胞死啊，无法度振动，你嘛是无法度讲这是一个健康的身躯。所以每一位兄弟姊妹拢爱培养健康的属灵的生命，安尼教会才有气力伫世界做好的见证。
接续咱看见，当圣神降临伫即群基督的团体，伫遮个人领受圣神了后，因开始去做耶稣做的代志，就是去传上帝国的福音，去医病赶鬼。但是咱看见，因嘛甲耶稣同款，受到极大的迫害。伫遮，互咱看到圣神的溃烂。伫圣神降临进前，因只不过是一群小胆、无啥物特别温顺的普通人。但是当圣神降临，因就亲像耶稣所讲的，得到溃烂，伫耶路撒冷、伫犹太全地、伫撒玛利亚做见证，甚至将福音带到外邦人的所在。一群无受到神学训练的人，哪有安尼一个溃烂的？毋是讲因功力大增，是因为圣神甲因同在。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兄弟姊妹，咱敢期待圣神伫咱的中间做工，亲像圣神降临伫初代的遮个学生的身上咧。圣神降临毋若是一寡真明显外在行为，圣神的同在，互咱产生勇气来面对未知的前途。圣神的同在，互咱有气力伫日常生活为主做好的见证。圣神的同在，嘛会互咱伫无法度分别什么是好、什么是歹的时代，安静听候上帝的时间甲判断。咱甲遮个使徒有差别的，就在伫讲，咱毋免听候啊，因为圣神已经降临啊。这是一个圣神的时代。但是咱家己敢备办好势来迎接圣神呢？咱敢备办好势，互圣神来确定咱的性命，亲像圣神确定遐学生的性命同款呢？听候绝对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但是咱听候的是迄个得要来的上帝，所以咱毋是伫遐白白浪费时间在等。另外，虽然咱活伫一个暂时袂当分别麦仔甲皮的时代，但是咱相信，当主来迄日，一切疑问就无过是疑问。但是，当咱听候一段日子，咱嘛爱尽力伫咱性命的起造，就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3章12节到13节所讲：总是人若用金银、宝石、茶、草、丢，起伫即个地基顶，逐人会讲得要显现，是迄日要显明伊，因为要对火来显现，佮火要试验逐人的讲是甚物款。伫遮真明显甲咱讲，咱用甚物款来起造咱的性命，伫末日当主耶稣来迄日，就完全显露出来。所以，望讲，咱会当用心来起造咱家己的性命。咱无法度做会到，因为咱拢是有罪的人，咱生活伫有罪的世间，总是咱恳求圣神降临伫咱的身上，提醒咱、帮助咱、带咱行头前的生活。咱做伙来祈祷，圣神，阮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圣神，阮恳求你除去阮内在的罪。圣神，阮恳求你赏赐阮气力，来行头前的路站。主，阮恳求你时刻临在伫阮的生命内面，因为阮真正需要你。伫即个邪恶、良善、交甜的世代，阮无法度做判断，阮无法度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所以有时，阮互即个歹去引，阮互魔鬼掠去。总是主，阮恳求你的神伫阮的中间引带阮，感动阮，互阮相信阮是一群属你的囝儿。主，恳求你临在伫阮的中间，引带阮兄弟姊妹，会当伫即个时代，会当勇敢徛在，勇敢来为主做好的见证。恳求神伫阮的中间帮助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